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乐园》。今家越来越多后生人家庭一个农业一个产业地步哟。今年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一位在地的后生好朋友，佢係农二代，我哋講嘅農民第二代嚟到節目地步，好好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加入農業之後呢，帶來乜嘅佢自家嘅想法，要做哪條無窮嘅改變咯。今家就夾夾來分享我哋來自萬萬嘅林博士。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林博士。我喺屏東萬萬經營春熙大地農場。歡迎阿生來到我哋節目地步，等下咧就來好好聽講故事咯。唔過喺講故事之前啊，先請教一下阿生，我對唔能錄卡一個農場嘅名嘅，感覺非一定嘅好奇啦。唔能農場嘅名係用辦來嘅啊？我哋係寮下嘅春熙寮，如對啊春熙寮嘅名嘅來嘅，啊也名嘅有。一年四季攏春天的意思喺地步嘅，感覺改好，咱從人都按安尼名嘅。叫做春熙一年四季都像春天共樣，一個係農民最好嘅天時啦。溫天有雨水，無風采，咁啊，一個都係人對一個農場一個期許啦，對名嘅都可以看出來吼。人農家嘅農場係對乜嘅時間開始？係對爸爸媽媽也係各做一些都有嘅。我差唔多為20年咧，對我爸爸佢哋退休過來，就開始做本來係搶嘅，因為路卡有人破病，那時候搶嘅路多起來，開始來種有機嘅搶菜。嗰時間都開始種，嗰時種有機嘅嗰時間都開始係20年前都開始嘅。20年前都開始，20年前都開始冇用農藥，冇用化學肥料，就開始種。按你改做呢，算我哋有機業咁發展咗一段時間咧。不過對我哋大部分嘅農民嚟講，20年前算做嘅呢。算改做都開始做完嘅。不過身為作為咧農業嘅第二代啦，閒細時節有許多人嘅地方農場地方聽數冇？閒細我去聽數，我一個搶嘅，但唔改唔希望一個搶嘅。不過後來去那邊讀書嘅時間。如用了解如果過來，去看看啊，看佢哋係做乜嘅，佢感覺種菜比種搶嘅個好，佢腦又佢食材又有好食嘅東西，然後如冇聽書，但是又過來看看啊。你幫神，你自己本身啊係學農嘅嗎？唔係，我係念資訊管理。資訊的部分，你這個畢業的時間啦，有想講啊，會從事一個行業無？冇，我畢業的時間，如想要去那邊尋工作，不過嘅時間，如拄好路卡，媽媽破病，如嗰時間如冇繼續經營嘅，咁我去那邊打工，去日本打工旅遊。去看下世界，看自家想去做乜嘅安尼。你前面咧自家嘅方向啦，嗰時間你自家去講嘅安長一段時間，可以請教阿生講，嗰時間你去到日本，還有去到哪冇？像我去日本，我都有去佢哋農場，仲去聽書。如學，嗰係我算我體拜最長時間喺做農嘅時間，體拜。我感覺講其實做農唔係像以前，我感覺按無聊。其實有幾多東西可以去學，可以去處理嘅。那時候我開始對農有新嘅感受，講其實你卡咩有研究可以來做安嘅事情。那時候你開始有安嘅想法，過來後，你慢慢天天喺規劃講，我來過來做農。都嗰時間第一擺喺日本接觸到佢哋農場，看到佢哋農業之後，都本自己有啲想法。其實做農輕鬆也唔會差，有一啲新嘅想法出來。你哋喺日本嘅時間，佢哋農場啊，你哋工作係做乜嘅啊？佢哋咩係全部冇用藥嘅農場，像佢哋咧環境同生態，如果全部像有熊嘅，乜嘅生物。藥鋪嘛，佢改多改豐富，唔過我哋廠嘅人也都可能冇按豐富，因為我哋有曬藥嘅做乜嘅，佢哋嘅土質嘛，佢都冇咁用，改好環境
真实的规划。唔通睇农场安好一个环境，个农场本身系种乜嘅东西，种乜嘅作物的嘛？嗰稻风哦，芦笋，还有嗰稻风抢菜啦，全部抢菜。红萝卜其实平常人看到抢菜其实拢有种。因为日本的农业其实同我哋台湾大蛮相同啦，吼，有种无的啦，种抢菜也得。今日係傳統嘅農業嘛，冇有機農業。伊也強用係有機嘅。哦，我哋就睇大部分嘅工作都幫錯啦，改奶啦，嗰基本嘅工作。唔過唔咩，如講，安尼過程其實咩講改好，改有體驗嘅感覺。本開始重新了解農業，也順勢體驗一下講，做農業係到底係乜嘅一回事？技術上係會做嘅哪條嘅事情安尼嘛？除了日本，還有許多哪本影響過什麼國家？我係許多幾多國家去打工，佢哋咧傳統啦，還係佢哋咧綠沙，去工作，看佢哋講，用嘅佢哋係用嘅經營安尼嘅公司啊品牌，本來講，學講安用嘅，以後我哋歸來安用嘅經營。歸來之下嘅時間，都已經有想法講，來接落喺農場啊，也係講嘅時間歸來之後，要做其他嘅規劃啦。歸來都想去從事農業，因為我哋原來都有產品都係鹹菜去加工，當上嚟嘅時間又係有去加工嘅工廠，去工作一段時間，去學人講，真是工廠用嘅係做安尼嘅加工產品，係，然後做，讓一段時間過後，讓真是在開始來從事農業。你有同爸爸講，你自己想過來接農業一個事情嗎？接落喺農場一件事情？有啊，咁唔過佢都改反對啊，講，因為佢按20人嘅經驗講，差唔多錢，也冇發展啊，冇過來安尼，冇問題，看天食飯。走其他嘅想法係講，其實因為當時佢係退休之後再來經營農場一個事情嘛，對佢嚟講應該唔係像一般嘅農民講，一開始都落來做農業一件事情。不過走其他頭擺都更加太人哋種皮嘅想法啦，做農嘅種皮差唔多大部分都冇希望講天天推嚟繼續接一個農業，因為太辛苦嘅。唔先用辦去說服爸爸講，來經營農場，繼續本來吃苦那先。佢哋啊，我個性可能講嘅咩，我唔會聽。反正講嘅唔會聽，你本吃苦那先啊。我講你本來吃苦咯，1年2年，看咱用嘅，可以啊，你會繼續做，㗎唔可以啊，會自家會顧行自家嘅。嗰種接農場都更加差唔多一久嘅。2年啦。差唔多嘅，嗰時候有18成嘅，爸爸更加含會同講。去前頭路嘛，我同人哋講，嗰唔可以啦，唔過吼，有啲時間看到人嗰安尼改好，我驗一下。唔過佢會同埋聽數講唔，如果標本嚟講，你自家去種，可能用嚟種都唔怕嘅。嗰種嘅農場更加反比差唔多一梯啊。更加農場要睇做嘅都8分田。8分田哦，你有請人冇？冇，我同我爸爸做。2、3間下。2、3間下。哇，你這個因為你磨下嚟過來嘛？其實太太。咁唔過我哋做有機要做生態營造，嗰時候其實我哋有1/3的田球，喺寮本安尼通屋同昆蟲。嗰時候其實唔係8分慢都有耕種，其實還有68嘅空間，係來做這個更加所頭講嘅有本通屋咧，友善嘅環境嘅一個做法啦。係錯。差唔多將存5分田，睇耕。你話睇8分田有5分田睇耕種，其他3分係做頭講嘅友善環境嘅部分咯。係錯。哇，
糖风来改多呢，跟一般的俺的农民朋友嘅做的方式，真正冇相同的。哦，哇，观众朋友，糖风来俺哋巴上先有想法咯，啊，唔过其实嘅农田都係同一般的农田有那度冇相樣嘅地方，俺哋休息一下，繼續嚟了解哦。上一趟阿成分享嘅其中某個想要來加入一個農業嘅行業，今家呢機會讓埋來做，我哋繼續來聽佢分享吧。阿成，前面有講到啊，自家來做一個友善環境嘅方式，係唔睇日本學到嘅嘛？其實咱嘅方式睇日本未有人睇推廣，台灣慢慢的開始有人睇推廣嘅方式。因為前面有講到，喺日本打工的時間啦，認識到佢哋嘅環境，如有一個念頭，想講來試看下先可以睇我哋自家喺農村來做一啲事情嘛。其實我做安尼是因為我認識我食嘅，佢喺做生態相關嘅東西。哦，咱提供原來我哋喺農村有按度嘅動物蟲嘅，咱所講其實了解到蟲嘅可以。其實有好蟲嘅同壞蟲嘅，可以對我哋嘅農田有無去用嘅影響。那時候咱開始講，用安尼嘅方式來保護安尼嘅生態動物。咱繼續來問一下，講頭到糖送一趟糖分享嘅啊，請唔興意嘅講，你留按到空間啊，吼，幫人家動物，真是幫下提嘅，都冇去過統計啊。我唔係講邊個睇嘅上錯都可以嘅，因為俺哋還會種一些樹嘅，當安尼攞順後過來嘅農藥啊，會凍起來。那時候俺哋會種一些經濟嘅果樹啊，還有一些講傳統嘅植物，像布薑嘅啦，泡泡雞咩可以食，還有的果樹像榴蓮米啦、菠蘿米安尼，各個嘅樹嘅，來做最外圍嘅圍籬。就像我哋講嘅綠籬，安尼一個概念嘛，吼。係，但係再過來各大嘅地方啊，都會種一些天敵喜歡嘅植物，像竹槿啊，係馬利堅安尼植物，因為好蟲嘅會睇嘅棲息。做安尼嘅規劃，本期定有一個木下睇嘅，今日都睇嘅成分，多時就今日假設講我設嘅時間，今日設都設嘅度，我哋講嘅有害嘅害蟲嘅喺度。係。哦，你自家睇腦杯差唔多有一層一層按你規劃嘛，你地杯真是睇港中嘅，你自家種嘅有種乜嘅東西，一年四季你自家會有規劃嘛？有，像春天如果種禾嘅。種啊到6月份，如果轉換個廚房誒，可能種包粟啦，種瓜嘅，安尼夏天個適合個那些的青菜啊植物啊，冬天花如果開始規劃，我哋主要嘅產品如鹹菜、芥菜，還有其他嘅青菜，冬天個可能都會青菜。自家經營農場都更加一段時間地位，你有規劃。不過人哋第一個農業係咧靠天吃飯嘅產業嘛角度嘛吼。雖然講有啲人講佢有嘅溫室啦，也係講某個方式可以去改變。不過真是天時影響嘅關係，都更加有受到某個天時嘅影響。像我哋都最近颱風來，颱風來都全部都冇嘅，都死，全部都死嘅，都係涼不出。係啊，涼不出，你請有個經驗嘛？有涼過冇？有涼過不出。你喺乜嘅情形之下去涼嘅不出嘅啊？颱風來落雨，唔係颱風來，連續一整日都落雨。更加天時。
变化过大，一张眼都容易愈唔吹愈冇办法。安尼讲到遐个落雨遐件事情啊，你这个做诶头头讲诶，迄算唔免算有机吧？迄算个友善环境草木。因为友善环境同有机其实个差别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友善同有机拢係冇用药嘅，冇用化學皮料。冇唔多。友善沒有推認證。到有機嘅話，又係有驗證。你查提供有多一啲驗證標章。可以。按人如果喺農場，係對唔開始就有申請一個認證，也係講爸爸之前都有一個方式的。爸爸記得以前開始是像種自家食啊，還有買本附近的人，那時候冇需要講要做到友善同有機。對我幾來開始經營農業嘅品牌，咱開始有請人來做驗證，友善同有機一塊嘅東西。因為啊東西我較麻煩嘅是，如講嗰道資料會填，下一我根本你做乜嘅試乜嘅皮料，用嘅乜嘅資材，你全部要做記錄，買不買？對爸爸今年可能感覺較麻煩嘅是，咱所冇做。咁唔過因為人家趨勢如何講，一定要有安尼嘅驗證機制，讓本人先講，我哋真是安尼做，咱開始做友善同有機一塊嘅東西。因為以前爸爸可能做個廠人家講嘅無毒農業，自然農法嗰種嘅啦，就因為大部分以前頭擺老人家，他們也是都個冇啥藥嘅法，都廠一安嘅，即係講我哋冇啥藥嘅，大部分都冇拖。唔過真是更加食品安全，大家輕鬆食嘅法，大家都希望講有一個認證公正嘅單位來認證講，能都卡咧產品啊，也係講農產，係真是一個完全符合今年嘅條件。所生產出來有機也好，無拖嘅農產品也好，係咩安尼啊？係，安尼阿成能在申請一個友善環境認證嘅時間，有乜個限制嘅條件冇？最重要嘅就係要降林田污染。因為我哋咧農地順後，攏一般慣性嘅農業，有啥藥嘅？我哋最強嘅就係藥嘅會照過來。嗰種人農會才會有法案到一個田地面積去種一條我哋講嘅綠裡頭都講嘅果樹啦，一條去種嘅農藥俾過來。係。能按你申請一條友善環境認證會花幾久嘅時間啊？差唔多攏要半年到1年。對開始接觸，開始你自家睇規劃農場，用嚟去防止污染。當佢哋來驗證、來檢查，都真是拿到證書，咁都要半年到1年嘅時間。即係啲啊，有機嘅話，佢可能一段時間都會認證一擺，去檢驗一擺嘛。友善環境有嘅需要係安尼嘛？嘛會來檢。時間差唔多1久啊？差唔多1年到半年到1年會擺。咁嚴格哦。哇！安尼假使講，個隔離冇做好嘅話，隔壁田那個農藥噴嚟殺過來，能經驗也個都冇嘅呢吼。係，佢都會撤銷嘅認證。哇！安尼重新又一擺又花幾多功夫時間安尼。你自家一個人顧一條5分田，也個規劃，你自家感覺講前面講，係有時間爸爸會聽數，唔過無限嘅時間，唔會搶人冇。無限嘅時間。可能會請人來機器來同我哋做國家，係咁喎。唔過其實咁樣係公改度成本咩改革，那所以我哋都盡量可以幫佢都自家去處理。我說談講，你自家味道以後，可以本自家可以好好管理一個農場田地也就唔限引進嘅，我哋講嘅更加科技農業，用乜嘅方式嚟聽數你自家嚟管理一個農場啊？像我哋無限嘅時間。冇辦法，都只有講因為我念資訊咧，講我哋會用乜嘅科技來輔助我哋嘅農田生產，如去按氣象站
气象站，还有用智慧控制的设备，用手机都可以控制那个灌溉。个气象站是嘛个东西啊？伊可以同来看内方的湿度、温度，日光，日光的，日头晒的时间。除了安尼，其他会看个天气是嘛个会同报告安尼，会输到你的手机给他资讯。伊会有预测讲，可能会有极端的暴雨啊，嘛，会同人讲，可以过早啊，可以去处理。去提醒如错个，所以从人家那个所谓有设闹钟，就会提醒讲，哎呦，人家会落叶哦，落过太哦，嘛个唔可以去处理安尼嘛。人家要洒水的时间，可以用那个去洒水嘛？可以，就用手机的控制讲，湿度1度的时间，唔拉水的时间，佢就会可以同来直接灌溉。佢会吃通一支行业嘅部分。手机咩可以直接都控制，讲俺哋某个时间要灌溉，又按摄影机，那时候看得到讲，状况很用。嗰种有个内容，有个成本会贵过冇？政府会有补助，还有自家因为俺哋还有地安用来做，那时候有个部分路俺哋自家睇安装，那时候成本冇咁大一些。你自家装的一个气象站包括一个智慧农业之外，你还有做乜嘅努力去经营一个农场？感觉你可能已经从得经营一个品牌形象嘅呢。像我哋还有安尼几道摄影机，来监测讲我哋要有乜嘅通货，有乜嘅调味，还有害虫可以用摄影机来监控。虫嘅也可以用一样机来看哦。其实有专门去看虫的数量的设备。你唔係講嘅蟲嘅喺舊本其他嘅天敵來去生嘛？嘅蟲嘅多嘅時間，你還有乜嘅方式處理？除了舊本天敵，自家去弄嗎？我我哋其實有天然的資材，可以來使用。對嗰一般看得到的資材來做來防治昆蟲。嘅瓢蟲佢嘅部分除了靠嘅天然嘅，人講天敵啊，自然嘅防治之外，然後還會用嘅一般嘅，人講有機嘅資材嘅種嘅去防治來做啊，係咪全部搞本天空嘅其他天敵來去處理？因為佢還有一定可以制衡，唔係講可以全部都適合。像除了用安尼方式，我哋還有幾道嘅菌。来补充喺土壤底部。哇，观众朋友，阿生今日喺田啊底部啊，除了用今日嘅方式嚟友善环境之外，佢还用到一個智慧農業，真是幾厲害呢！唔過每一樣嘢要補奶啦，也得要工作也當忙辛苦呢。唔過今日陽光啊，還有幾道特別嘅故事我哋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阿生有暗好嘅想法，開始係做一個農場用一個友善環境嘅方式，友善認證。到更加佢有乜嘅神經咧，繼續嚟請教阿生咯。阿生，除了前面注意到個無法度嘅天時問題，本兩個補助，唔過更加一個農場經營用一個方式，有乜嘅成果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冇？像我哋種禾嘅，一下樹起嚟都。一下都買起嚟，還有像我哋做嘅鹹菜，我哋用自家種自家做，有冇假有嘅冇嘅東西，他講人批到啊，咪，改好口口相傳，如果假如可以寫起來。
也个等人港中的方面生产的农产品，第二个品质好，它家种地得嘛。啊，环境上咯，环境上人经营到更加有乜个从头摆冇共用的地方喎。如果以前冇做品牌，更加开始就是做品牌。就他个人个人是讲，我是咸菜要1万人。他家有一个印象嘛。有一个印象讲，可以1万人，你米好食。啊，你既然讲你哋农场经营得安好啦，吼，你自家睇环境里边有看过嘛个特别的动物冇？像以前冇看过讲我哋天气有草麻味。更加有啲时间个错开始有草麻味。像条嘅咩像腰婆啊，大关鸠啊，黑鸢，不思路睇天当红路盘旋。如果不时有看到，有啲时间咪會印到物种发现讲，我聽下啲天氣風看到，用沙果啦一下種。安尼講到沙果，你自家去農業嘅時候會讀到冇？嗰種你自家會講冇？其實沙果嗰度攏冇土嘅，有土嘅佢咪會講，那時候冇去統計嘅話，佢自家都會就係。對我哋嚟講，沙果咩係好嘅動物，就會生老鼠嘅啊，是安尼小型昆蟲，其實係好嘅。安尼你鹽嘅地方有叫嘅叫嘅冇？因為大部分鄉下都會叫嘅啦，嗰度你鹽嘅地方用刺鼻農藥之後有需要嘛？其實我哋天氣冇叫嘅，因為叫嘅其實會對環境有破壞。佢哋可能會去煉奶啦，做乜嘅會壓動物啊、沙果啊、條嘅啊，其實對我哋嚟講係一個破壞。對人嚟講，原來係會影響到環境嘅一個動物啦。係錯。一天擺談到呢，因為人嚟講，想講叫嘅啦，嗰度係聽說人哋農民朋友雇鹽嘅啦，雇農場幾好嘅聽說嘅幫手啊。冇想到佢還會去煉奶嘅度，嗰種人自家有觀察過，有個叫嘅啦，嗰度係對農業地方嘅破壞嘛。係錯。像而家會壓沙果啊，做乜嘅？有看到佢哋去做過人嘅事情。錯，我像係有學嘅話，佢咪會去是壓嘅。真是的呢！以前台灣閒些時間有看過，人家騙人學嘅叫嘅啦，去追去叫嘅雞，佢金幣安尼，真是閒些時間有看過安尼。更加唔能農場有按到嘅動物，親像動物園，像頭到前面講嘅，唔能喺日本看到嘅咁樣。唔自家有人家同講嗰個，你鹽嘅環境安好，人家朋友啦，也一個人客會想講去唔能鹽嘅地方看看下冇？有幾多人啲啊？我哋講，我哋呢天橋有火焰蟲，講嗰叫冇看到火焰蟲，可以帶我去看冇。天橋嘅還有苗條條，那時候我會做幾陣坐下睇火柴，做幾陣去看夜間嘅動物。按葡萄嘅生態觀察都錯嘅啦。有苗條條嘅，我前面有希望，但到時就前面嘅時間落去唔能鹽嘅地方看一下好嘅。親手看到呢，嗰種唔能更加有順曬。更加有啲潮流講食農教育啦，食農教育嘅部分，唔能有同學校合作嘛，做聽數推廣一度。而家開始有睇規劃講，體驗嘅發通，像我哋有做過嘅路係鹹菜嘅 DIY，對芥菜做到鹹菜嘅過程，可以來體驗。還有禾嘅，因為對禾嘅多我哋作風嘅飯。用嚟變過來嘅，也沒有規劃體驗活動。唔過禾嘅變做飯，本幾年種下去之後，還要等清久嘅時間啦。唔能係用哪一類階段本幾年去體驗咯？都菜樹，曬乾，白曬谷曬乾，用嚟脫殼，即個脫殼都用嚟去弄，弄啊都做到可以食，即個用太陽能鍋來煮飯，都好細味也個階段啦。我都想講，
对师傅种下去都树上安装，然后用哪些阶段不给人去体验，然后係好細微嘅部分。更加有學教去人嘅地方嘛，即更加係睇規劃。係睇規劃。我有做過 DIY，如果攞杯嘅媽媽教室安尼嘅。哦，見到沙器，係沙器，做沙器去教佢哋用嚟做。唐講啊，講到沙器，係唐講人菜體啊，還有同沙器做青島嘅合作，除了去人演嘅地方，青種還有做菜體食材，異業結盟嘅種方式嚟，係咪？係，其實我哋嘅嗰度冇傾用嘅農業嘅地方，咁我哋都合作，傾下講，我哋嘅食材可以做用嚟搭配，傾下來做一啲有特色嘅餐桌料理。可以伴我天然來嘅時間可以品嚐好食嘅東西。你哋咧演嘅地方係哪啲農產品同人家合作做乜嘅料理啊？像我哋咧鹹菜、同嘅魚嘅，還有獅子頭，可以分下係地方嘅鹹菜嘅獅子頭。我冇試過咧，感覺真貼片咧。因為像我哋還有梅乾菜，又可以包下睇。壽司底部做一啲結合。哦，安尼還有冇？你哋除了鹹菜啊，還有米啊，你哋米有同人家合作過冇？有米嘅話，像同一個麵包嘅師傅，灣村麵包，佢哋如果用我哋嘅米做無麩質嘅蛋糕。哦，用菜體食材。佢哋常講啊，佢哋有用一個食材去做一個。麵包之後，結論搞之後，竟然還有去比賽，係咪？係佢哋參加在地食材嘅比賽，得獎。佢用嗰度在地嘅食材去做佢哋嘅產品。哎呀，幾好啊！嗰種可能用心本菜體嘅農業，本人家看得到，講原來係用菜體農業生產嘅農產品嚟做出嚟，大家都會對一個沙器、對一個環境真是有注意到，你感覺到。人客會注意到你哋嘅農產品冇？你有去觀察過，有乜個人客會去注意到，特別愛買自天愛買你哋嘅農產品冇？像有幾點嘅人一天愛我哋嘅米，因為佢講佢喜歡愛曬過米嘅，曬過日頭嘅米，我哋會特別同人曬日頭。有日曬嘅米土同冇嘅一般嘅工業弄出來冇共用。係，亦都自天講，一天愛我哋。曬過嘅米，安尼係大家去注意到呢，行係講人自家也有去做乜嘅無共用嘅行銷啦，也係方式去推廣自家嘅農產品啦。更加如有睇網絡上開始睇做推廣行銷，還有菜體嘅活動啊，會有去擺檔嘅，會推廣。安尼你哋行銷嘅方式按到除了用網絡上之外，你哋也有去擺檔嘅去做嘅事情嘛？你哋做嘅事情有哪條嘅事情對南到北都有去做嗎？有，我有試過。最特別嘅，如果喜歡我哋嘅產品，係像我哋一天我哋如果煮濕濕嘅鹹菜湯，啲米絲煮下去，米絲出下去，哇！他個人都過來，批到米絲都過來。嗰種鹹菜米絲都係我哋講嘅麻麻嘅米絲啦，大家先貴壽司啊，又貴明顯咧。如果試過最好搞嘅，如果有濕濕同冇濕濕嘅少量，一定會差。真係咧，差差唔多一度啊，差幾多？哎呦，嗰種米擺去擺檔嘅時間，一定要準備試試咧。錯，係本人家是。是地面嘅，如果第二樣東西改好，改天然。你自家假使講人客講，你買個貴，唔會用乜嘅方式同人客解釋講，你做乜嘅買按貴嘛？係我同你講，我哋對開始種，都堅持講用友善嘅方式嚟種。過程加工過程冇做冇加油嘅冇嘅，像嗰杯米絲，一天會有乖乖米絲，會有漂泡水嘅米絲，係那時候我哋嘅成本會高高一些。阿成日頭都見到，其實幾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講佢
今天我哋節目地位，大家觀眾朋友可能冇批到，啊，唔過我批到嘅，真實就像阿成講嘅，哦，青蟲嘅嘅鹹菜米線就種頭擺嘅形容，這個鹹菜滷鹹菜嘅技術，你同乜人學嘅啊？有啲係我哋客家人對以前傳下來嘅技術，係媽媽教嘅，係阿婆教嘅，係乜人教嘅？媽媽教嘅，啊，用乜滷可以同人哋觀眾朋友分享嗎？可以像我哋滷嘅話，要慢慢要睇改進個前式嘅方法，係，如像我哋冇用腳去燉，個太量嘅咩係要。哦，係啦，因為頭擺冇乜嘅機器嘛，用腳講唔會損人啊。係，頭啱我哋要冇喺戶外，要喺工作室入邊，係個窗嘅環境嚟做，減少嘅灰塵嘅影響啦，吼。啊，還有做我哋啲菜唔可以過多奶會清香嘅人下去做，係。啊，像我哋做一般人使用洗米水，啊，我哋個特別咧都用番薯嘅。啊，用番薯嘅？番薯姜啊下去做，又係講特別有做乜嘅嘛？用番薯嚟做一個培菌嘅一個澱粉質啊。哦，用番薯嚟去培養嘅好菌，乳酸菌去發酵。係。哦，難怪人哋啲味道咁冇香用哩。係，我高香一些。啊，你而家嘅做有嘅滷有嘅鹹菜嘅時間差唔多可以叫啊？差唔多嘅10個月。啊，10個月，唔係10個月，一整月，一整月，係。人迄種唔能嘅頭都有講，要做有嘅鹹菜調嘅發動啊，人迄種唔能嘅一做好嘅，行我等一整月真可以試得到自家做出來嘅。係，佢做好嘅，如果帶過去，比方係如何嘅，係一整月以後都可以打開，都可以。行我等研究有人下同講，我等唔使研究，出家同買好冇？咩可以啊？因為我哋係用天然發酵，一天我等，用時間去發酵。真是好嘅東西，記唔得，一天我等本幾一段時間。哦，觀眾朋友，你看阿成今日真是夠有心，用心地經營自家嘅農場之外，還貼配下將自家嘅農產品來幫助我哋菜地嘅社區發展出自家嘅特色咯。假使講大家有閒，來到慢慢老了嘅時節，千萬唔好強勢做卡，來去阿成今日慢慢地喺社區老了一下，也去會看到無窮嘅社區哦。今日再一次感謝阿成帶來咁精彩故事同大家分享哦，多謝。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有閒來我哋屏東，來我哋春熙大地農場來了，再來了。好，坐到更加有各位少年們呢，馬上停頓先生來認同一下吧。希望我哋福起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